第35届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会议今仔日起稿，隆重4天会选出新的院士。总统赖清德今仔日参加开幕，感谢中研院伫净零碳排研究。赖总统嘛强调讲，这中研院的进步，就代表咱台湾的进步。一鞠躬。向国父为上3鞠躬，连续4届中研院第35版院士会议7日正式开始。这是疫情了后用实体会议的方式进行。总统赖清德致辞的时阵强调，中研院是台湾最高学术研究机构，一直用科学专业贡献国家社会，培养人才，佮提供国家政策建言。中研院的进步就代表台湾的进步。今年是中研院在南港院区的70周年。中研院以跨世代累积的研究能量，协助台湾度过各种挑战。面对气候危机，净零碳排已经是全球努力的目标。发布台湾净零科技研发政策建议书，倡议具体解决方案。赖总统感谢中研院伫净零碳排等领域用心研究，表达上大敬意。虽然院士会议会选出40个新科院士，不过这几年来，东山名家一直落车，尤其是人文组东山人数一直偏低，顶一届只有3人当选。现在人文的院士比较少，有各种的原因，一个大环境的原因，念人文的人越来越少啊。像少子化一样，人口越来越少。每一个提名都在各个学科，恐怕会有一些遗珠之憾。也就是说，怎么样能够在跨学科推荐一些比较好的人出来？我想这个是一条路。在这一摆新科院士选举办法当中，第一摆伫提名过程，就要确认被提名人深受咱的国籍，若无咱的国籍，会建议转提名过院士。记者综合报道。